好的。哎呀，坏了，老婆，怎么了？米饭没熟呢。你这是没有煮吧？这是？哎，不对呀，我记得我摁上了呀，煮上了呀。煮上怎么会这样子？你要把它这样盖好，然后按个开始，这样子转开才是煮呀。哎呀，那对不起，老婆，那我下去买份米饭回来吧。不用买了，买米饭不是还得花钱吗？咱们吃个面算了。吃面？吃啥面啊？西红柿鸡蛋面。哦，就是前2天你做的可好吃那个西红柿鸡蛋面是吧？哎，这可以，行啊。面好了。啊？快吃。西红柿鸡蛋面，哎，怎么还有肉呢？前2天去我家，我妈给拿的。哎呀，看起来都好香。要不要喝2口呀？啊，喝2口？好啊。干杯！干杯！